3個時辰啦，都未出嚟嘅。啲垃圾放喺門口。哦。係啊，搶啊搶啊！睇到先啊！哎呀，我終於揾到唐伯虎嘅墨寶啦！我幫老師啊！話俾老師。豉油夠唔夠飲嘅事？慢慢啊，少爺啊，出邊好多人求畫，真係唔理佢哋啊！今日我冇乜心情畫畫，同我醒多2籮垃圾佢哋算。係少爺，祝公子，唉，堂兄，祝兄，堂兄救命啊！睇嚟祝兄梗係輸錢輸到乾乾淨淨嘅。生我這父母都知我這堂兄啊！江南4大才子之中，就以祝兄你最為灑脫，中恩皆知。所謂風吹雞蛋學財散，人安樂，乃係祝兄你嘅座右銘啊！過獎，但俾堂兄嘅風流不羈，小弟真係有如天淵之別啊！只不過祝兄你隔日100幾廿兩咁輸完走嚟嗌救命，長此以往唔係辦法喎。有見地，小弟有見及此，所以呢次破釜沉舟，一次過輸晒我1成可以輸嘅錢，整整係30萬兩。所以麻煩堂兄畫翻30幅畫，以嚟填債救命。明白。阿水你出去先。係少爺。撲你走街啊！當呢度善堂啊！仲要我畫30幅，冇得傾。哎呀，冇咁啊，係我衰啦！我而家舊頭認錯，你唔念下當年僆仔送我隻碗肉蒲俾你夾，你都念下呢幾年我同你賣畫賣到冚家富貴啊！放喺出邊有成幾兩友喺出邊畫，如果3獎我攞唔到30幅畫就劈我個記錄啊！你幫唔幫先？3獎？哼！嗱，我話做兄弟嘅唔睇你嗱，我即管喺靈堂同你寫副眼戀，一係死有餘辜，一係死不足惜，你是但揀佢啊！係啊，伯父啊，你唔好咁住啦嘛，最多我發毒誓，如果我再賭錢嘅話，我就俾天下最醜樣嘅女人日夜輪奸至體無完膚，搖搖欲墜為之，咁得未啊？咁悲壯嘅毒誓你都發得出？好，我即管救埋你呢次啊！人嚟文房四寶時候。台北嘅中國人義膽合骨丹心，廢話少講，除衫。除衫？